国内做线卖，今年1月到9月的收入已经超过3条，即马年底嘛得要到啊，所以业者是推出真侪好康的活动，无论是超商，也是讲大卖场，拢是闹热滚滚。5月10日，真古水福地放开岛顶，内底有各种的商品甲四手啊。圣诞节就要到啊，袂少人为着要交换礼物是头壳摸咧烧。即马超商的业者上准圣诞节，带动消费商机推出福地。互消费者会当好好替朋友来拣礼物。双层的烤箱跟电烤盘，那其实电烤盘如果你过年在家的话，可以就家人一起使用，其实我觉得还蛮方便的。购物车或者是小型的，就是包包的话，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入手的，就是可以买。亲像统一超商，规划299块、499、999块，3种集款交换礼物介绍的福地，还有1499块的精品福地。无论是倒一种介绍，拢会当抽双臂纯电动旅行车、甲南非旅游，还有旧金山来回机票。另外，专家联名福地介绍是399块至499块，同款会当挂抽电动机车，还有净水器。另外，莱尔富嘛推出圣诞限定室内防水，互民众来买。我观察到，就是大家现在过节的气氛越来越浓厚。那圣诞节的话，就除了看圣诞树啊，或者是说聚餐以外，交换礼物也是大家蛮常有的这个仪式感。那预估呢，可以带动我们圣诞档期1到2成的业绩成长。现在美食的卖场是上准乌色购物周推出拍一个活动，透早就请民众烧钱来买。另外，专连为即时开始，伫全台湾实体门市开始卖纸本的乐透卡，一张卡的面额是1000块，而且推出一个现金100万，还有7个现金10万块的奖项。甲过去新正才推出的福地商机无共款，圣诞节活动提早起股，超商、卖场的业者甲商品拢各有特色，要伫通货膨胀的年代，互民众通买到大碗佮满件的商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